点在车头等几暝，目睭来就别人成相对，孤单的我望向天边，倒一粒是我的心，不是我欢喜想死的滋味。 只是我已经付出真情意，伤心的我上好离开，赶紧回来到你身边，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，这阵风吹过去爱你，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，肯了解我的梦爱美。 无所谓，你放下我无所谓，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，不愿意这阵风吹过去，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，这阵风吹过去爱你。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？ 了解我的梦爱美，你无爱我无所谓，你放下我无所谓，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阿德老师，他每次上台都有恐惧感，可是呢，他为了700集呢，伊今日连便当拢吃不落。然后让我很感动是他的焦虑，他一直按来呢，伊讲我要叫2个爸爸回来，这个就是高家群，这个就是凯阳，讲拄啊好，这2个囡仔伫咱的舞台成长，即马因有后一代啊，囡仔拢5个月、6个月啊，我听到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 这样的组合穿着好满是应当的，因为做老爸的爱趁钱是机会。即马上好命是阿德老师，吼、啊，伊甲恁带，只是要传承咱这个舞台，恁的过去，啊，甲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对恁的疼惜，看恁大汉，看恁成长，一代传一代，我觉得太感动了。2队都非常好，你们今天都太棒，太棒了。 谢谢老师。那今天让我最感动的是阿德老师。对对对，你竟然没有忘词。对啊，而且他真的刚刚坐在那边一直深呼吸，他一直背歌词，真的，然后还要一直被干扰。对，那我觉得今天就难得大家都回来，我们就尽量可以娱乐大家。我觉得大家都很棒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能坐在这边，就是看着上面刚刚的表演，我觉得很感动。然后。 我刚刚一听到阿德老师他们那一组一上来，我就觉得哇，很想哭，因为他们是很朴实的力量，而且他们后面还有升2次 key 哎有听到重点，对。对，阿德老师你唱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对。